中华艺术科技大学表示，暑假是学生实习的旺季，互你下等艺术类学生为7月开始，将陆续安排前往各医疗院所实习，顾及到学生伫第一线从事医疗服务的感染风险。学校向中央争取将艺术类实习学生列为疫苗优先接种的对象，得到卫福部限时比较为第一类公费接种对象。由学校将实习学生的名单交由实习医疗院所。提供予地方卫生机关尽速安排疫苗接种，但唔知影敢是因为疫苗不足，卫生局先以区域驾校病院的实习学生为优先对象，其他地非区域驾校病院诊所等200位实习学生无伫咧接种名单内。对此，校方特别拜托中央以及地方帮忙。本校有近300位护理系的同学，从7月1号起，陆续分批到各个医疗院所实习。有些在区域教学医院，有些在地区的卫生基层医疗院所做实习，但截至目前为止，约有200位的同学尚未完成施打疫苗，以致部分的同学没有办法如期到第一线的医疗院所去做实习。就我们所知，邻近的高雄市已经为他们辖内的所有医事医护的同学完成疫苗的注射，所以我们在此恳请中央以及台南市政府尽速为这些护理系实习第一线的同学来施打疫苗。对着校方为学生的发声，恩伟提回应：因为他的工作属性还有他的课业实习属性需要优先打的，我们已经反映给卫福部，卫福部也同意到药局、社区药局实习的同学可以照次来打。学生无完成实习，恐惊会影响到毕业，无怪学校、学生甲家长拢着急。市府表示，会尽速为辖区内医疗院所的实习学生完成疫苗注射，请大家放心。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